我哋係做普拉提，喺我哋做每一個動作之前都會收一收個腹，然後先開始練習。好啦，而家我哋就做第一個動作啦。呼氣，收緊核心。呼氣，雙手握拳向前遞起到膊頭咁高，一隻腳勾腳踢去側邊，最高去到90度就得啦。身體要保持直立，唔好傾側。吸氣翻原位，呼氣又再重複。做嘅時候專注力要集中喺個肚嗰度，一路做嘅時候都要感受下個肚係咪收緊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收埋大髀嘅外側同埋手臂嘅肌肉嘅。呼氣，收緊核心。吸氣，雙手打開手指，遞到膊頭咁高。呼氣，握拳，一隻手指上天花，另外一隻手就揈過去踢腳嗰邊。要注意嗰隻腳係要勾腳咁踢去側邊嘅。做動作嘅時候，下腰依然係直嘅，只係上背向側有微曲。全程都要收好個肚。雙手喐嘅時候，會感覺兩側嘅側腰一收一放，雙手同埋腿部嘅肌肉都同時收緊嘅。呼氣，又收緊個腹部。呼氣，一隻腳升起開胯，大腿同小腿接埋，同側嘅手就幫手拉開個髀罅。而另一側嘅手就伸上天花板，令到身體保持伸直嘅狀態，收好核心。吸氣翻原位，呼氣又重複。每次呼氣嘅時候，核心要再次收緊，拉開髀罅嘅時候，唔單止可以開胯，仲可以伸展埋大髀前面嘅肌肉。呼氣，再收緊核心肌肉。兩隻手貼住耳仔，遞上天花板，然後再握好個拳頭。呼氣，將雙手曲去頭後邊，同時提腿，提腿盡量去到90度，腳趾就要向地下，咁樣可以令個肚會收得多啲嘅。吸氣翻原位，呼氣又重複。做呢個動作時候要伸直個身，呢個動作可以收腹之外，都連埋大髀同埋上臂嘅位置嘅。呼氣，收緊核心，雙手握拳遞到膊頭咁高。呼氣提腿，腳趾向地下，雙手發去髀罅下邊，手指掂手指。雙手向下掂嘅時候，下腰仍然保持係直嘅，只係上背微微曲啫。大家會感覺到胃前面嘅肌肉好收緊嘅。呢個動作除咗可以收腹之外，都可以改善大髀同手臂嘅線條嘅。呼氣，又收緊核心肌肉，手臂貼住個身。呼氣提腿，雙手握拳曲90度，再呼氣伸直嘅腳，腳趾尖向前。吸氣，手腳翻原位，呼氣再重複。呢個連環嘅動作係需要更多平衡力嘅，即係話我哋要再收實啲個肚，同埋仲要多啲耐力添。手腳一收一放，一方面就練到肌力，另外一方面亦都練到伸展。
好啦，今日嘅示範又完畢啦。大家有咩問題可以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